台南滨新化的一间槟榔摊昨去抢劫啊！这槟榔西施虽然看起来淡薄仔资深哦，今年77岁。不过呢，伊在咧顾摊的时阵啊，看到这个查某入来举一个刀啊，伊马上看伊要抢啥，一个就扭开的内底现金拢要摕走啊。不过这个槟榔阿嬷，人拢安尼叫伊，但是咱也叫伊姊啊就好啊。这姊啊非常的冷静啊，看伊走，马上敲电话给因查某囝。后来记者来问讲啊，伊当时咧抢的时阵，你敢会惊？这个姊啊就讲，我较早伫金门啊出草过呢，佮要举过枪呢，我哪会惊？槟榔摊77岁阿嬷甲槟榔摕互人客了后，行为拢叫边仔嫌犯注意，落尾确定店里无人，就要去甲人抢劫。规身躯包甲目睭手，摕一支长长的鸡丝甲阿嬷恐吓。另外一只手是要讨钱，阿嬷去逼甲走无路，才拍开拖。讲啊，你嘛甲老瓜我人食走。甲钱买咧，全部钱伫咧落地下，离开进前，佮威胁阿嬷袂当报警。也一支刀遮长啊，啊，咱甲拄啊，咱拖开啊，讲钱摕来安尼啦。我真侪倒退，因为伊也一支刀啊，嘛我倒退啊到遮无位啊，就了啊一手甲开拖啊，一寡钱甲摕了了。代志发生伫咧昨下晡3点，台南新化中兴路的槟榔摊，47岁姓袁嫌犯，敢若进前来遮买物件过，知影平常时也敢若77岁阿嬷一个人伫咧顾店，迄天来抢劫，抢到一半了后就逃走。阿嬷嘛赶紧打电话予处理的人求助，处理的人赶紧报警。案发过8点钟，警察伫咧嫌犯因兜掠着人。阮人客有看到讲伊顶车顶，我伫穿底裤。啊，怎换穿长裤？我这互枪支拍无死，我唔惊啊！我金门人啦，啊，我有出草过，我有捌举枪过。阿嬷因兜的人知影了后，拢真生气。啊，若嫌犯去掠起来了后，抢来钱，讲已经摕去行销，含买游戏点数。查扣作案所使用之刀械、蒙面脖尾及衣物等物。嫌犯有毒品窃盗前科，好脚好手做歹囝，欺负老岁仔，将规尾扣去强盗罪嫌，移送侦办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YouTube 频道。